最近台湾地震不断，同时嘛提醒平时资源的准备，甲伫防灾量能的重要性。属于讲政府的资源有限，民间的力量无限，因此安南区公所为了扩充偏南收容处的收容量能，以及强化灾难时物资紧急的调度甲的供应，配合上午特别甲伫十间的企业来签订物资各地的供应契约。咱知影整个极端气候来临吼，那台风也好，地震也好，何时要来，其实我们很难掌握，而且来的强度，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例子哈，所以为了防范未来安南区这里特别来找我们在地的很多的相关的厂商来合作来签订相关的协议啦哈，无论是我们收容的时候的收容地方，我们的床铺、我们的房间、卫浴设备，或者是说我们的物资，跟我们所谓维生器材所需要的一些发电机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事先把它准备好，有备而无患。然后最好用不到，但是我们期待如果用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充分的准备、充分的设备、充分的资源，能够来服务这些灾民。即间签约的业者，除了提供受灾民众来三顿家己民生物资，另外普发倒济时，嘛提供乡客大楼，会用容纳120人。非常的感谢安南区区公所普发倒济时有这个机会加入咱灾害收容的这个行列。那么本时即马大概伫灾害收容方面会当收容120位咱提供的这个房间上下铺拢总是真正清气真正清幽，包括咱的空调设备包括咱热天咱的烧水的设备包括咱楼骹的餐厅会使讲食甲困，拢总是不予匮乏真正感谢啦区公所当然伫功能业不足，必须要咱宗教力量来投入。我嘛呼吁讲，咱社会各界会当加入做咱所有这个防灾救灾的行列。即间的签约有美善基金会、小肉店、快餐的业者，以及民生食品，甲伫尾白生活馆等。同时，还有寺庙、旅馆业者，甲伫养护机构提供在时的收容空间，充分发挥着公司来协力，补足公部门量能上的不足。台南新闻人员采访报道。